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咱把手机关机。都整个吗？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叫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这时，请咱起立，演献诗244首。人对我讲，搭咱来去，来敬拜咱的上主。请起立。Okay.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对阮讲话，调整阮的性命，学习活出你的模样，光照阮，帮助阮看见家己的失错。愿你的慈悲怜悯赦免阮的过失，帮助阮伫生活中宣讲合你心意的信息。愿你的话语成做阮日日生活的帮赞甲快乐。爸啊，求你引带阮谦卑来敬畏你、顺服你。伫阮的生活中有真侪挑战，有破病的，有开刀拄在复原的，有读博士班需要智慧的，有年老身体软弱的，求你甲因三角同在，赏赐因平安。阮特别为着花莲马太安医疗受灾灾民来祈祷，求你的怜悯甲医治亲自帮助因，赏赐因平安，供应因所有的欠缺。阮嘛特别为着林信谦小朋友、吴邦俊弟兄、陈玲珠姐妹、简金兰姐妹、陈长明弟兄来祈祷，求主帮助因伫逐种困境中会当专心仰望你。得到你的帮赞甲安慰，心内有对主来的平安甲喜乐。即时，阮为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求主甲庄淑珍院长同在，互伊的喙所分享的话，拢是照着你的心意，好听的甲讲的，拢大大得到对主来的快乐甲利益。愿主听阮恳求的声，愿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先来考验，考验文第9篇，考验文第9篇，也就是诗篇24篇，我来考，请兄弟来应，咱用交托的方式来考验。第甲第章的万米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画面嘛拢属伊。伊家己囥伫大海的顶面，将地基下伫深海。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牵起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咒抓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主会拯救伊，相看伊无罪。这款人找求上主，到雅各的上帝面前来挑战伊。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强各勇的上主。最声，伊是必见必现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永远的门啊，着大开。最声，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甚物人？是万军的统帅上主。最声，伊是荣耀的君王。这时，咱来倾听上主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安提阿的教会有几若个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拿巴，互人叫做乌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做伙大汉的马念，以及扫罗，因伫敬拜主进食的时，圣神甲因讲，着为着我指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呼召因做的工作。因进食祈祷了后，
甲因换手，找派因出去。这时，小千团客要带咱来学乐上主，因所要吟的诗歌是《谢谢你》。愿一切水的歌声，加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感乐。今仔日为咱见到的是庄淑珍院长，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真做宣教的教会。咱将时间交予庄院长。感谢平安。伫即个常常有海难发生的，咱讲海域内底，有一个真简单的救生站吼，啊，内面有几啊志工，因非常的用心，逐工都是伫遐咧看，啊，什么时阵有迄个海难来发生哦，因就真认真去咧救人啦。
啊，因为遮个志工因真认真，所以特别海难的时，遐个人拢去互救起来，所以阵啊足出名的哦。啊，大家就感觉讲啊，这是还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一个代志。啊，毋过呢，这个救生站是安那简单，安尼袂使。哦，大家就讲来甲伊加添伊的设备啦。啊，当设备啊有较好了后，真侪救生员就拢会伫迄个所在，伫遐开讲讲话吼。啊，但是呢，渐渐就啊变成俱乐部啦。迄个时阵呢，要救咱的迄款的精神吼，煞渐渐咧失落。意思是讲，当有海难发生的时吼，煞感觉讲啊，迄也无啥物啊吼，无救生员的救生站，因就感觉讲，安尼咱就爱来请遮专业的救生员，遐志工阵啊拢无去啊吼，用钱来聘遮专业的救生员就对啊吼，总是一天一天迄个精神来失落。有一天，即个俱乐部开会，伫遐咧讨论讲，是毋是咱甲即个救人的工课吼，甲伊摕掉啦？伊讲啥啊？因为即个救人的工课，有时会去影响到咱俱乐部的社交的活动。当然，伫内面还佫有迄款有理想的人。伊讲啊，这救生站就是要救人的啊！啊，他会讲要甲救人的即个工课，甲伊删掉，袂使甲伊停止，袂使。所以因着意见袂合的是，因即有理想的人就出去，去俱乐部的边仔，佫去设立一个救生站，啊，继续即个咧救人的工作。毋过无偌久呢，即个救生站佫成做一个俱乐部，啊，内面佫有一寡有理念的人讲袂使，阮着爱出去。啊，无偌久的中间，几年吼，即个海域内面就几啊个真高级的俱乐部啊。海难照常咧发生，总是呢，无一个人互人救起来。大部分的人拢隐死啦。啊，即个譬如咧讲啥物？讲一个若袂当，还是无愿意去救人的救生站，伊就袂当叫做救生站。因为伊已经失了成立的宗旨。教会嘛是同款的，教会若失去咱存在的即个目的的时，安尼咱甲救生站有啥物款无同款的所在？兄弟姊妹，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啥物？伊的使命是啥物？宣告嘛，将最后所基督的福音传出去啊！啊，什物是宣告？就是要安怎传？就将耶稣的福音传，啊是安怎传？耶稣足好哦，耶稣会救人哦，耶稣伊真做赎罪祭哦。应该讲是主耶稣基督伫咱每一个身上，伊所做的迄个奇妙的大代志，咱甲伊讲出来就是见证啦。互人听去讲咱所讲的，看去咱所行的，因就会感觉真感动。这个人有影呢，伊讲的，甲伊行的，拢共款，伊真做一个无共款的人。啊，过去可能安尼懒懒散散，即马毋是呢，真端正。啊，过去讲话真粗鲁，即马毋是呢，真斯文。啊，过去迄个价值观无共款，即马毋是安尼。看见上帝伫咱身上所做，伊奇妙的作为，互人感动，就感觉讲啊，你的耶稣真好，我来信你的耶稣，然后呢，成做上帝的囝子啊！兄弟姊妹，教会会当一直继续伫人类的历史中间，普遍传到普世界、全世界，是因为伫历代的中间，真侪基督徒因去担耶稣基督所讲迄个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所讲的。伊讲，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吩命令恁的，恁着教示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
所以耶稣基督即个大使命，伊就伊伫个要就你进前，甲伊学生讲的遮个话，伫历代的基督徒的中间，因拢真认真。毋知今仔日伫咱台湾有即个教会啊，对毋对？台湾是南部是苏格兰来的宣教师，北部是加拿大来的宣教师啊，因就是担即个大使命。啊，今仔咱伫即个所在聚会，啊，咱嘛着爱传承即个大使命，将福音阁继续传出去。总是呢，是啥物福音？是互人生命会当改变的福音啦。啊，若是安尼，要讲的是讲，即个宣教的动力是啥物？信心，信心吼。咱做来读哦，《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来。独独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变犹大，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咱知影讲《使徒行传》即本册即卷册伊所写，讲做圣神的行传，意思是讲保罗伫遐，还是彼得伫遐传福音的时，拢是圣神甲伊送甲彼得。是圣神伫后壁成做一个推动力，互即个福音会当真自然就甲伊传播出去啊！圣神是亲自参与甲带领即个宣教的行动啊！伊本身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照着人愿意甲圣神配合。人会伫遐讲主啊，我伫遮请找我，啊是我愿意，互你找见吼。咱来看腓力甲埃提阿庇太监因两个的相拄，咱知影讲圣神伫即个所在，正做一个宣教的原动力。咱知影讲腓力，伊是一个管食饭的哦，吼食饭的吼，就是伫耶路撒冷教会拄好开始的时，伊管饭食的即个人。但是当耶路撒冷教会受迫害时，学生四界就是四界四散去，非离到伫撒玛利亚的所在，伊伫遐传福音啦，啊，真正有真侪人伫遐信主。有一天，上帝一个使者甲腓力讲：“你着去往埃及的即个加萨族人遐去。”相时呢，对埃提阿庇就是即卖伊索比亚即个国家一个太监，你看哦，对非洲一直到伫耶路撒冷讲去礼拜啦，伊是一个敬拜上帝啦，伊去礼拜，然后伊礼拜了，伊对耶路撒冷要转去到加萨，要转去到伊索比亚的半路就是加萨即个路哦。圣经讲伊是旷野，咱来想想，迄个2000多年前的一条路，甲即马绝对是无共款。所以呢，腓力互圣神感动，讲你着爱去加萨的路上。啊，即个埃提阿庇的太监，伊嘛是伫耶路撒冷要转去到伊索比亚即个加萨的路上，因两个伫遐相拄啦。亲爱兄弟姊妹，你相拄的时，因咧讲啥物？讲以赛亚书啊，即个埃提阿庇的太监伫遐读袂晓，所以腓力就去甲伊讲：啊，你读会晓袂？有明白无？伊讲都无人甲我指教，我哪会明白咧？所以腓力就伫迄个时阵甲伊讲解，伊咧读的迄段圣经是耶稣基督，互人受抬，点点拢无讲话，伊是讲是咧讲先知呢，还是咧讲啥物人？伊讲迄就是耶稣基督。虽然太监到伫耶路撒冷做礼拜，这样代志是最后所基督死，搁活上天的以后的代志啊，但是伊阁是无明。当腓力甲伊说明了后，伊就马上信耶稣，然后讲遐有水啊，无是煞来甲伊洗礼安尼吼。伊就带入即个福音传等于到伫伊的国家，就是伊索比亚即个国家。即两个人的相拄。一个对撒玛利亚来，经过耶路撒冷去到加萨的路；一个是对埃提阿庇来，然后去到耶路撒冷要转去到加萨的路。
这两个人的相拄是共一个空间的内底，因做伙读主前迄个时阵哦，主前700年的以赛亚的书。咱讲时间甲空间，时间甲空间伫遐交错，那毋是圣神的参悟甲带领，因较有可能见面的，对毋对？两个一定是无熟悉嘛。但是呢，圣神感动菲利，知影菲利，知影讲即个爱弟阿伯的太监，伊认真咧追求真理。咱再来看一个记载伫《使徒行传》，哥尼流伊是该撒利亚的一个百夫长，认真读圣经嘛，真济善良人。有一天，上帝使者讲你所做的，你的祈祷，上帝拢有听。你着找人去西门遐，邀请西门彼得来到你遮。圣神一方面伫遐来指示哥尼流爱去邀请彼得，但是呢，圣神嘛一方面伊伫遐来准备彼得的心，意思就是讲。即个外邦人要来到你遮邀请你去的时，你毋好拒绝哦。所以咱知影讲彼得是看到异象啊，这步安尼对落来到地里，哇，内面拢是遐无清气的食物啦。有啥讲摕去食？彼得讲这是要安怎食？这对阮犹太人来讲，这都袂使食，因为不洁净嘛，无清气啊。总是有啥甲伊讲？上帝所洁净的，你毋通看做俗物啦、俗物吼。讲三声，然后即个步就搁等于到天顶的所在。其实已经咧背叛彼得的心，这是无清气的。所以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讲嘛是无清气啊，因嘛无迄个机会，嘛无迄个权利通成做上帝的囝儿啊，总是。伊看到即个异象了后，哥尼流的人来到彼得遐，然后彼得含伊去到哥尼流因兜啦。即个代志的发展，我想是超过彼得的想象，因为伊伫遐咧讲论耶稣基督的事，讲伊做伙来的对耶路撒冷对即个含伊做伙来的人，因伫遐。看见圣神的恩赐怎样降临伫哥尼流的厝里的遐个人，然后呢，因拢啥？因拢讲方言啦，哇！搁伫遐学了摇花上帝最大。彼得伊目睭金呢，伊讲遮人都头一遍来，我著头一遍来。你讲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圣神就降临伫因的中间。佮讲方言哦，伊讲若是遮人甲咱三角拢共款，安尼咱着来佮甲伊用水甲伊行洗礼，就是约翰的洗，约翰的洗就是认罪的洗啦。所以彼得伫遐，伊成做一个目睭金，伊讲上帝无偏待人。即项代志对教会将来发展是不了大的影响哦。为虾米？因为保罗4个去咧传福音的中间，伊拢甲外邦人洗礼啦。伫耶路撒冷的遮犹太人讲恁哪会去甲外邦人洗？因着爱行割礼啊！因要行割礼，因是要安怎？诚做上帝的囝儿吼，迄个辩论吼。所以保罗伊有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吼，咧说明讲伊伫外邦安怎传福音。伫遐为着这项代志。外邦人要洗礼进前，是毋是爱行割礼这样代志？伫遐辩论的是，尾啊彼得出来讲话啊，伊来支持保罗。这对早期福音的传扬是有足大的帮助吼，足大的帮助。我要讲，这是讲圣神伊互哥尼流甲彼得的两个相拄。请做一个，咱讲宣告背后的是圣神的工作。我要讲的是安尼。今仔日咱的圣经《使徒行传》第13章的第2节，安尼讲因侍奉主的时，侍奉主
禁者的是圣神讲为我分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钓鱼做的工啊，所以因着禁者祈祷换手伫因的心中，就找保罗甲巴拿巴出去。当然嘛，阁有马可3同行。因就去哦，带伫圣神的气力，伫头一站对安提阿出发，伫拍佛的时，就一个假先知哦，做巴耶稣啊，伊就低等速度，吼，就无爱互即个拍佛的巡抚，即个官员信耶稣。但是呢，保罗伊就伫遐甲伊责备，伊讲你的目睭吼会青迷，暂时袂当看到光啊。即个巴耶稣马上目睭无看。拍佛的即个方伯就是因的官员的名吼，官员的名，官的名称，就是即马咱咧讲的巡抚吼，巡抚，伊看了彼得保罗所做的代志，就足喜奇的来信耶稣。所以因去每一站，当然带出圣神的气力，吼，嘛带出有真侪人会反对，吼。所以对这些人来讲，耶稣基督。对犹太人来讲，对外邦人来讲，拢有足侪即款的冲突啦，吼。伊搁伫个路斯德传道的时，吼，伊惊一个信仰，就是伊伫一个出世就变碎的两骹无力的，不将来就毋捌行过的人。伊讲起来，你起来，你两个骹甲翘直，迄人就跳起来，吼。安尼姊妹，圣神的气力是安尼啦。讲到这，我就想着。旧年阮到平湖的时候，其实我一支骹是韧带发炎吼，5年拢无好，我嘛无爱插伊就对啊吼。因为都毋知要安怎吼，嘛去做复健啦吼。因为我无爱插伊，但是我行路会疼，安尼要安怎？我都爱想一个办法，互我行路袂疼，对毋对？阮若要行路袂疼，是毋是我的姿势就毋对？一定是行路的姿势毋对嘛？我正骹若毋对，我倒骹是毋是着爱毋对？所以行路着安尼偏咧吼。咱南洋分校的学生看到有当时我若来，我行路拢是真袂好势，对毋对？去年伫平湖和黄牧师做伙，因讲要开报道会，因为伊已经上过启示录甲恩赐学课程。迄阴暗明仔载要报道会，迄阴暗4点哦。牧师我甲阮叫起来，讲当工拢起来祈祷，发生啥物代志？伊讲2点的时圣神就甲讲啊，讲天空乌云密布，你明仔载要报道会，意思是讲爱谨慎祈祷就对啊。伊讲我体贴恁啦互恁搁加困2点钟4点起来祈祷哦。祈祷了，要爬起来煞爬袂起来有2个当工拄仔安尼要甲我迄个帮站我起来，嘛是爬袂，因为就是安尼空的所在，无会当会花尾啊，黄牧师咱今仔昨仔今仔日讲完，伊讲我来，伊对后边我安尼甲我讲起来，就怎啊起来？伊心内甲上帝讲，让院长的脚趾了。了，阮祈祷了，差不多6点外，伊讲无咱搁来休困一下。迄个会是7点，是9点半开始。阮9点到离会场的时，平湖迄个牧师讲，专门是，你今日行路那中国小姐咧？我讲那，伊讲你行路真紧呢。毋遐真紧呢。黄牧师讲，会使也是安尼。我感谢上帝，你起来，你起来，我的脚就那好去。迄是圣神的气力啦。5年来我都无爱插伊啊，我上好就安尼互捌咧，袂要紧，会行就好啊，免感觉讲咱的姿势好啊歹。总是我要讲的是讲是圣神的气力，互咱安尼就嘛真做一个见证啊，传福音的见证啊。好。咱知影讲保罗甲巴拿巴因去的所在，是带出福音的冲击，带出生命的冲击啊！为虾米？因为伊嘛互人用石头甲因钉呢，遐反对伊的人我甲钉
啊是讲受着耶稣基督的憧憬，啊，即个人都阮犹太人甲伊定死伫十字架，都歹人，啊，无你是咧传个福音，啊，是咧传啥物？迄拢有足济，咱讲冲撞，受着使命的冲击。若毋是圣神甲伊三甲伫地，因通着遮尔辛苦咧，对毋对？还是因顺服？所以咱讲宣教的真正意义是啥物？就是因为圣神的开来，用圣神的能力来传讲耶稣基督，互人得到医治透棒。伫遐上是有教导的意义啊！是安尼，咱要怎样成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咱嘛毋通讲咱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啊！我讲是讲。要顺服圣神的引带，因为圣神讲着为我差派巴拿巴甲保罗出去嘛。咱的教会着爱嘛是共款爱顺服伫圣神的即个引带底。我用建堂做一个例，因为我无会时阮的教会有买新的礼拜堂，用即个建堂做例，咱彼此来鼓励啦。即个建堂的事工老实讲，咱真正爱好好啊去敲吹思考，这是毋是上帝的心意啊？我知影讲，迄个买礼拜堂的过程，人的意思赢过上帝意思。小会员伫遐讲咱来买一间礼拜堂。然后临时会员协会竟然无过，迄是足艰苦的代志呢。敢若足绝望的啊，安尼啊。迄个望讲教会当来牵线为巷仔来甲伊牵线到咧路边，迄款的望，敢若无去啊。毋过上帝兴起一个无道友如爱莫慈的无道友来，咱讲教导好啊，来教示即间教会，兄弟姊妹，开临时会员好会时，即个姊妹伊来哀莫呢伊头坐到尾，我想讲着开会员好会，你著是无道友嘛你嘛是会当离开无？伊对头坐到尾，伊看讲即个会员好会较无过临时无过。迄因后伊敲电话互我讲，牧师，我们可以见个面吗？我讲好啊，咱伫咧老地方见面，因为困难去因兜，所以我若咧甲关心的事，拢约伫咧咖啡厅。讲好，安尼咱就照平常时含你约个时间去。我含一个长老去，伊讲牧师，你知无？迄天我哪会来教会呢？我起来，我想讲，我是要去马街教会，还是要起来你的教会？我听到你的声呢，听到我的声，我甲叫两声，有这陈芳芳。伊讲我平常叫芳芳，伊讲足清楚的牧师你叫我，我讲假奇，放家病院伫即边，我是伫即边呢，新海路2滨遮呢，东西差较济，你叫我一半台北市的市民拢有听到，其实我知影是圣神的声，所以伊来到教会。伊听到小委员安怎样咧报告，即间教会将来是安怎要价钱是偌济？伊讲牧师，哪会无过啦？我讲真歹势呢，价钱无水啦，迄阵2400万啦，2018年的时候，我又讲无啦，1800万就买会到啊！你去甲买2400万，袂使啦。是少数的会友，伊毋是干那伊反对，伊搁去讲世界讲，这本来是好事呢，哪会变安尼去，对毋对？我就讲安尼。过来第二个问题是，教会的头前是垃圾回收站，伊讲安尼碰音，安尼要做教会哪会使？这个无道友讲无说理，人咧宣教书去到。真穷乡僻壤的所在，当因就是认真拍拼，甲迄个所在慢慢建设，
诚做一个乐土啊！啊，咱拢是信耶稣的人，咱是安尼的态度吗？我实在是见笑到要死。啊，咱就互一个无道友安尼甲咱讲，啊，咱遐日子莫听安尼想，遐是碰碰音啊。伊讲无事，安尼啦。一条路会当解决，这若要替人解决教会问题，我讲你讲看觅，伊讲哦，我来奉献200万啦。你奉献200万，教会要建堂吼？伊讲我你讲，有事200万，啊，然后吼，较紧的吼，较紧来完成这样代志。讲这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吼，咱教会有法规啊，吼，拢爱去透嘛。你一个会议案若无过，爱等2年后呢？啊，2年后就等于拢无啊嘛，因为迄块厝啦，去用买去就无啊，敢毋是安尼？长话短说，我转来含小学人讲，今日发生这样代志。本来因拢7:25啦，吼，阮迄个真正真伤心，迄个张老7:25，我今仔日发生这样代志，因为变10:10嘞。安尼牧师较紧诶，咱紧来甲伊解决。我讲有几项问题爱去解决，法规诶问题爱解决，啊，市政府诶问题爱去解决，到底即个垃圾回收厂是要搁继续偌久，还是会清煞？遐尼姊妹诶问题爱解决，大家祈祷，啊，祈祷是我讲一句真歹势我毋是讲教会安怎，我讲咱常常。咱的祈祷拢无够，咱的祈祷会拢是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中日足少参加的，咱为着这样代志咱真正好好悔改认罪。OK， 就咱兵分3路，尾下 OK， 法规嘛讲好我讲即个姊妹咧甲我讲这样代志是伊足热切的啦，我就问伊啊。啊是偌久的时间我讲啊半年好毋好？我甲讲半年，讲无事，愈紧愈好。我怕夜长梦多，我毋知伊咧讲啥物。当代志拢解决的时，伊真正钱回入来。迄个时阵，伊的癌细胞一直到脑部。迄年的圣诞节，伊生日叫做上帝的囝子。过当年3月，蒙主恩召，上帝国家一个查某囝，即间教会建堂，要礼拜堂的代志完成。我听咧含遐尼姊妹做伙分享啊，我讲一个无信主的人，比咱较有信心。咱信耶稣的人，咱哪会去看到讲头前碰因，咱较毋爱去甲伊。请教看卖，看当时真正会搬迁的，遐尼姊妹，2020年有一天，迄个垃圾回收厂就啦关起来，因为我教会就会看会到嘛，我啊若关起来，搁无偌久开始起大楼。上帝的心意，伊的理念，伊的念头较赢过咱的念头，敢毋是？伊知影讲这样代志是安尼行，若是像即摆信心哪无够？咱讲顺服圣神的引带，则讲咱若顺谈肉体的人，就体贴肉体的代志啊。你若是顺谈圣神的人，你就体贴圣神的代志。伊讲属肉体的人，无法度互上帝欢喜啊。若是上帝灵住伫你内底，你就是属圣神嘛。若无，你就是无属基督啊！这是罗马书甲咱讲的，讲甲安那清楚。所以有时我就感觉讲人的想法，咱是毋是会当搁较安静伫上帝面前？咱去听圣神的声。你看，即间教会的建堂的故事就是安尼，遮尔水，是透过一个无道友来甲阮鼓励啦。啊，我嘛得到，咱讲教导好啊，得到教导。所以咱要真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头一点就是咱爱明白上帝的心意，到底圣神对这间教会要讲什么款的话。第二呢，要讲的是讲，咱教会同工爱同心合意哦。安听教会有5个领袖巴拿巴、
西面对年节来，就是今仔日的北非路球是北非地中海边的人。马念从细汉就背戏律咧读册，佚佗，说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诶。但是因拢认真来伫即间教会，虽然背景无共款，抑佫因会当做伙祈祷，做伙敬正，因真做互圣神过活过的人，有共款听主、服侍主的心人。所以因同心合意伫遐祈祷的时，圣神就会当无条件因来讲真济话，因来显明。当然伊嘛是顺服啊。格林多前书1章10保罗写格林多教会是安怎讲？咱做下读好毋好？兄弟啊，当我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抗恁议论，拢着相同。恁中间无得有分党，就着一心一意，大家相契合。咱讲共款的话啦，共款的心志啦。即间教会绝对是复兴。即间教会绝对是互耶稣基督所欢喜的教会。第三，咱要真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咱是用完成大使命做目标的教会。马太福音14章14节安尼讲，讲即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普天的，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毋是一个末世的世代？是毋是？是无？基督徒爱足清楚，这是一个末世的世代呢。真正安尼。当时要搁变安怎，咱真正毋知影。莫讲世间的代志，讲大自然就好啊。你敢知影讲伫苏联迄边一个是8月初1吗？迄个8.2级的地震啊，迄是7月当时吼。我差不多网络安尼去遐看，差不多1个月来哦，7点多以上的地震是超过20-30个呢。你绝对毋知影，因为迄种伫海中，所以就讲即个地壳的即个变化，大自然的变化，就知影讲，其实这是一个末世世代，传福音有伊的迫切性啊。罗马书11章25到26节讲，兄弟啊，我毋爱恁毋知影即个奥妙，就是以色列的中间有个正做硬心的。伊讲等候外邦满进入，安尼同以色列拢袂得救。咱来看中文，咱就较清楚吼。伊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啥物意思？福音会等于到你要有杀力。即马还袂转去哦，对不对？即马因为外邦人的人数还没有填满，咱是属于外邦人的即个区域内底嘛。迄个得救的人数还袂满，但是啥物时阵满，无人知，因为这是一个奥秘，耶稣嘛毋知，所以咱就紧传福音，可能嘛得要满，因为过来若是迄个7年的大灾难的的中间，最后一期的中间，福音就真正等于到耶路撒冷，咱就无机会啊。所以咱讲福音传扬的迫切性是伫即个所在。所以咱是用大使命，大使命来做咱宣教的目标。第四呢，最后一点安尼讲，家己即摆拢爱侍奉甲敬正啦。较拄啊，咱所读的圣经内底就是因敬正服侍时。因是团队，毋是独行侠，毋是一个人。所以咱每一个人拢诚做教会的同工，咱大家拢爱有服侍，佮敬正。所以安提阿教会因真看重侍奉服侍价值，所以伊安提阿教会诚做圣神差派宣教师的一个教会所以咱讲这4点，头一点是啥物？顺服圣神的引传。第二点是同心合意。第三点是啥物？
第三点是啥物？完成大使命做目标的教会。第四点是啥物？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甲敬请啦。所以讲，四点是正做教会，咱讲教会装备信徒的真要紧教会建立、成长甲复兴的基本的要点，嘛正做教会宣教的，咱讲基本的装备。咱生存伫即个末世，真做基督徒，咱领受主耶稣基督互咱的大使命，所以呢，咱嘛勉励家己是真做一个宣教的人。今仔日上帝呼召咱，咱的教会，教会是一个硬体，所以教会是教会内面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上帝对咱的呼召，可能毋是彼得，也是保罗，伊是使徒的即份。可能嘛毋是先知祭司的即份，但是咱相信上帝对咱每一个人呼召是安提阿宣教士的即份，对安提阿开始出去。咱要安怎出去？当然伫咱的社区，嘛，咱的对个人来讲是咱的同事，咱的厝邻的人，咱所接触到的人，拢是咱宣教的对象。也是对教会来讲呢？教会的所处的社区，无论大人、囡仔，还是外籍的人士，拢是咱的对象，宣教的对象。希望咱拢会当顺服圣神的引带，同心合意，紧接祈祷，咱无失去教会正做教会的使命甲目的。最后要搁结论，兄弟姊妹。昨日才有上课，迄个上课的题目叫做“灵命的转捩”。有时咱感觉讲，咱着祈祷甲奈上帝无听，因为可能咱无了解真理，上帝无听嘛是听，对毋对？迄个听是可能你的祈祷未到迄个成熟度。还是讲咱的生命的中间，阁有一撮问题，咱爱去面对啊。所以，昨个课程内底有咧讲，灵魂体的碰撞，这是可能咱从来毋捌听过。灵甲魂甲体常常，咱着自我伫遐争战，伫遐碰撞迄个价值观的碰撞，咱的决定是毋是合伫上帝的心意？常常无法度，是因为咱对圣经无信。所以，咱爱做一个对的人，咱做一个义人。下晡可能爱讲的就是讲，迄个感动上帝超出的大能力，咱爱去看去，互咱的目睭来看去。还是讲迄个异象的恶弊是啥物？咱是毋是捌看过异象？还是做异梦啦？才会。其实，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即款的问题，咱嘛毋知要安怎样解决。总是咱毋茫透过课程来帮助咱我昨个课程是安尼，我要讲的是讲，咱若透过课程来了解，毋知讲宣教是出自圣神的引带，咱着爱搁较努力，寻求圣神甲咱三甲之地，咱伫圣神的即个经验，圣神甲咱三甲之地的中间，甲圣神相同行。互咱的教会是顺服圣神引出来的教会，是同心合意的教会，是用完成大使命做目标的教会，是兄弟姊妹大家拢有服侍虔诚的教会。安尼伫宣教的现场，圣神亲自参与甲带领来显现福音的爆炸力，就真容易互人归伫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互咱会当重新得力。望今仔日即个分享，互讲的甲听的，咱拢得到利益，因为咱拢是伫即个基督徒的路的中间，咱咧跑走，咱彼此勉励。真感谢今仔日是女主新行院的奉献主日，总是我相信咱在座嘛拢知影女主新行院的情形吼，咱的学校。
有一只开分校哦，望咱透过来遮查考圣经，互咱更较明白真理吼。感谢上帝，咱做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上天进前甲学生讲，所以恁着去，互万百姓来做学生。阮看去教会伫历史的中间，有真济人真正是认真拍拼去承担即个大使命，互教会会当继续延续到今仔日。当阮伫遮来领受前人所拍拼的，阮嘛有迄个责任，佮继续为着阮的后代会当听到福音，阮来努力拍拼。上帝啊，我要恳求你祝福咱用教会伫遮所做的，因所计划的事工是对上帝你的感动来，互人的意思无较悬伫上帝的意思。但是安尼就互阮会当认真来读圣经，明白真理，互阮来去做每一项属灵的灵修的生活。阮知这是阮应该做的，但是有时阮软弱，无论是甚物人，阮都无法度来坚持到最后。毋过阮知影上帝啊，你知影阮的软弱，你嘛伫阮的软弱的中间，互阮气力，互阮刚强。当阮看见教会要向前行时，阮有真济的代志爱做。阮嘛知影，即个大使命是已经交代伫阮的兄弟姊妹的手的中间。就阮含牧师、小会员、中职做伙来努力拍拼，合作，互教会伫即个社区成做一个灯塔，成做一个光灯。阮恳求你祝福即间教会，嘛祝福兄弟姊妹，佮祝福今仔日所领受的。阮做无够的，恳求上帝你帮赞补满。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话，献诗550首，我做基督兵丁，请咱同心起立来吟全首。你还留下。
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现行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米拉高人来受苦，天十字架死埋葬乐音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但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现行。现各公同的教会，现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尤佩宇执事、李恩新执事来司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有第一摆来毋知奉献意义的人，通免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是咱同齐来读本首经句。这个天国的福音为传到普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后终局才会到。咱搁读一摆。这个天国的福音会传到普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最后终局才会到。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这是来报告，请咱来看周报。本主日为台湾女子神学院奉献主日，我们感谢院长庄淑珍牧师前来请安正道，代表教会向。今天下午仍然有课程，来台湾女子神学院的课程，那欢迎兄姐能够参加。第二点，下主日为松年事工纪念主日，是合堂，请特别注意，下主日是合堂，只有一堂聚会。那礼拜结束后会有爱餐，请兄姐可以留步参加。第三点，11月15号，在我们教会举行年度共事营，那邀请新就任会长、团契干部都能够来参加，详细流程请看公告。第四点，年度查账日是11月16日，那请各团契可以整理2025年1到10月份的原始凭证现金部分类账，交给查账员银联姐妹。第五点，
12月21号是我们圣诞感恩礼拜，然后那天也有圣礼典。仅有意愿受洗的，接受洗礼的兄姐可以跟办公室领取信徒洗礼的申请表，并向教育部曾碧光长老预约上课。第6点，12月30日礼拜二晚上7点，在我们教会举办2025年岁末年终感恩祷告会，欢迎兄姐能够做见证分享。想要参与分享的，请跟音乐侍奉团团长冯燕云姐妹报名。肢体消息、代祷事项，我们请自己过目，也请大家一起付上祷告的代价。那至于我们的奉献、会计报告以及我们下周的聚会的服事，都请负责的自己过目。有任何问题可以跟办公室做联系。所有补充吗？兄弟平安，咱真感谢曾院长来到伫咱中间来分享上帝的信息。即个下晡1点半还佫有即个课程昨无听到的人那安尼有意向的人会通好继续来听迄是真好的迄个对咱灵性的自修有真好的帮助。真侪人安尼做基督徒一世人，可能只有干那甲体的即个部分的迄款安尼的造就，但是咱需要搁较侪是灵的造就咱的灵魂体咱昨伫咧上课的中间就已经有甚至搁有实体的迄个操作啥物叫做灵甲体的争斗迄个叫做碰撞所以咱会通伫咧迄中间来帮助咱，知影讲咱伫咱的生活中，咱伫咱的灵性中真侪时阵咱需要搁一摆对上帝的话语内面去看见讲，咱伫咧啥物所在有欠缺咱就伫咧中间来补足咱的欠缺也互咱会通伫咧过来的日子尤其咱嘛知头拄嘛有讲到，就是主的日到主的日均，所以咱搁较好，咱搁较爱将咱家己装备好势，才袂抵到咱伫迄个过程内面来安尼叫做讲，毋通诚做一个叫做仅仅得救的基督徒爱诚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今仔日咱安尼咱的干事适配伊要伊的迄个伫咧咱教会服务的到伫即个10月底今仔日拄是最后一礼拜咱要安尼教会要多谢伊伫咧即2年外的时间对教会的帮赞要请因为伊今仔日有迄个课爱去上所以咱要请伊的先生明德来代表伊来接受即个小小的即个教会对伊的感谢。我头仔袂记摕。好，来，谢谢谢谢。来，拍个照好了，拍个照好了。来，安尼咱安尼叫做有图为证安尼。好，谢谢。多谢师配伫咧即几年中间安尼对教会帮赞有当时嘛有一寡安尼伫咧算讲伊有一寡家己安尼主动想着讲啥物会用对教会帮赞伊就会用提出一寡伊的一寡新的 idea 安尼有诶伊就家己捡起来做所以亲像讲恁若有去到伫交易厅咱的迄个交易厅遐个册架面顶迄所有册每一本册面顶拢有标，就是讲有当时咱看册看了了对遮抽出来，结果放去别位去会互人会找无册适配就伫迄中间，甲遮所有册拢总甲安尼编好
互咱会通较好，以后咧后壁人要看的册时阵，会通搁较安尼利便来去找着册。哦，这所以真感谢适配的帮忙。过来咱要来邀请到迄落秀明秀明安尼伫咧咱的中间虽然讲伊是对11月初一才开始，但是伊安尼伫咧10月份已经我相信咱伫咧礼拜已经看过伊几啊遍，今仔日嘛伫咱中间，咱搁一届嘛来拍手来欢迎。真多谢秀明安尼伫咧还未开始进前，伊就嘛安尼伫咧真认真嘛安尼真努力去咧要来熟悉咱所有正兄弟，所以咱若拄着伊请你毋好掂，你爱自我介绍，你毋好互伊甲你邀讲我叫你毋好甲考讲你敢知我叫啥物名你爱甲主动你甲伊讲我叫啥物名互伊来安尼搁较紧来入班安尼咱每一个人以上。请咱做伙来吟上言，献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来起立来吟全首。平安的上帝，互恁家己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离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